每隔一排就聽到貓跳落街嘅不幸消息。作為有貓貓嘅我，聽到都覺得唔係幾舒服。其實呢啲不幸嘅事情係可以避免。貓貓天生好奇，最鍾意企喺窗邊望出街。貓網對於家中有貓，尤其係高樓層單位，非常重要，因為可以大幅減少墜樓同走失嘅風險。特別係新搬屋、驚青或者未完全適應環境嘅貓，貓網可以防止貓跳出去。以香港咁多高樓住宅為例，只要有窗、冷氣機位、露台，其實都存在貓跌落街嘅風險。普通防蚊窗紗唔係為承受貓隻重量設計，貓隻嘅爆發力同體重加埋，足以令紗窗變形、脫位，甚至連框一齊跌出窗外。所以貓用爪抓一抓，向外撲一撲，就好容易抓破或者撞甩成個框。完全唔可以當作安全保護。如果想成本低啲，貓網可以自己動手做，一啲都唔難。可以喺家品店買啲格仔網自己整。裝好貓網之後，貓可以出露台曬太陽、吹風，但主人就唔需要成日提心吊膽啦。做個負責任嘅貓奴。貓網係保命裝置，唔係裝飾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呢個頻道嘅，記得訂閱同俾個 like，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下次再見。